你是电视台？哦，是哦，是哪里的？哎，九里，好像没听过。就是三里的亲戚，你可真正相信啦？大理区上差的烤玉米就这间啊，这间多少钱？ 50几块， 55块，好够便宜哦。俗的呀，对吧？哦，没办法。酱料调的蛮好吃，真的很不错呢。那我感觉跟人家家乡啊，这剩什么有米？紫玉米哈，我平常经讲，起付价烤玉米啊，一支就80块啊，很夸张，这才55块而已。连做贵，好单啊！你看伊爱8倍无？既然咱拢几点开门？对，下午3点到10点。大约新工好家无？嘿全年的正隔壁，这边支持一下。啊，注意是真古水，一个人快快乐乐的行完卖，安尼一行就行20栋。伊个人其实为大学毕业以后，甲即马结婚生子，嘛拢是伊的忠实顾客。20栋始终如一，采用绿米玉，伊的口感是软 Q 粘牙，酒料是细白家的蜜饯，搭配着伊迷人的笑容啊，这个阿水伊是永远年轻又貌美。台里的新公路有黄金三角洲、北烤玉米、中卤味、南油饼，所以啊，这间就是台里人上喜欢的阿珠行完卖。